中日關係持續緊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侵犯中國主權言論事件繼續發酵，在國際及兩岸之間都出現觸統嘅效果。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高市早苗發表全忘歪論，本嚟係想討好美國，協台灣踩中國，點知走上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嘅舊路。呢兩個政壇老將都係出名反華，機緣巧合地一步步高升，佢哋都想行別人唔敢走嘅路，顯示自己強硬，結果搞出收拾唔到嘅政治風波，反而意外地推進咗中國統一之路。高市今次真係鞠躬到地面都冇用，佢已經牙斬斬話唔會收回言論，但在中國反制旅遊、電影及水產品進口後，又驚日本經濟損害太大，近日企圖以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立場與過去不變嘅言論蒙混過關，都俾外交部斥責，指日本領導人一邊將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扯上台灣，一邊又立場不變講一套做一套，咁樣解決唔到中方關切，明確要求高市早苗收回言論。外交部特別關注日本已經唔係第一次以存亡危機理由發動戰爭，以所謂存亡危機和自衛為名發動對外侵略，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慣用伎倆。1931年能否得到滿洲曾被視作威脅日本存亡，日本以此為借口發動9·18事變，侵佔中國東北。此後，日本宣稱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存亡之戰，將侵略戰火燒向整個亞洲。是否襲擊珍珠港也曾被視為威脅日本存亡，由此點燃了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索。警鐘已經敲響，悲劇不能重演。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之際，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堅決阻擊任何復活軍國主義的圖謀，共同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外交部鎖定高市必須收回言論，佢只能公開承認收回台灣有事是日本存亡危機言論，否則貿易反制加碼措施同軍事威懾行動都持續有來。解放軍早前宣布喺黃海中部進行3日實彈演習。黃海中國海事局再加碼，11月18日至25日，每日朝8至下午6時，喺黃海南部部分指定地方一連8日進行實彈射擊。據報8日演習位置係江蘇連雲港東北外海約30公里，同山東日照之間嘅近海一帶。8日航道有冇受影響？高市唔係好驚存亡危機咩？似乎危機喺黃海多過台海喎。呢個位置距離日本最近嘅離島只有約870公里，距離日本九州本島亦只有約900到1000公里。實彈演習咁接近日本，過去真係好少聽。日本要驚嘅仲有俄羅斯嘅北方四島軍事演習。呢次演習由11月初持續到12月1日，高市一上任就點燃中俄兩個大國嘅怒火。有軍事分析認為，地區內咁多軍事演習，日本嘅航運同漁業好難唔受影響。高市嘅首相官邸近日都有日本市民抗議，佢哋嘅訴求都係要求高市政府廢除戰爭法，唔好推動安保政策擴張。有啲示威者就唔滿意美國海軍基地。高市依家係外交、內政同經濟三面起火，但佢奉如主子嘅特朗普及白宮一眾就懶得理佢。特朗普早前更以盟友並非朋友來回應提問，可見美國打定主意不理不問。高市又亦野心曝光，又揾唔到靠山及外援支持，在中國連環祭出政治、經濟及軍事反制下，佢上任最想做嘅安保政策正常化已接近見光死。國家安全保障戦略をはじめとする3文書の策定以降、新しい戦い方の顕在化など、さまざまな安全保障環境の変化も見られます。我が国として主体的に防衛力の抜本的強化を進めることが必要です。また来年中に3文書を改定することを目指し、
検討を開始します。高市10月時計劃2026年內推動修訂安保政策。如果佢低調尋求內部共識，會棘手啲。但佢上任1個月就出現威脅要同中國動武，必須教下佢咩係戰敗國。日本在2戰後被限制行使這一權利。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日本禁止重新武裝。日本在其憲法中承諾永遠放棄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確立專守防衛原則。這些都是日本作為戰敗國義務的法律化。高市今次衰開頭，同裴洛西2022年衰收尾有異曲同工之妙。裴洛西以眾議院議長嘅官方身份訪問台灣，構成侵犯中國主權嘅所謂外交行動。中國多次警告不果後，出動海空力量應對。過去台灣軍方一直指台海中線係防守線。2022年8月後，台海再冇中線。解放軍戰機及軍艦近距離巡航台島已成常態。今年11月20日上午6時起至21日上午6時止，解放軍就有29架次及7艘軍艦進入台海周邊，其中17架次軍機飛越台海中線，進入台灣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台海中線不在，取而代之嘅係一條國境線。好啦，解放軍中部戰區喺11月17日發佈咗段短片，大家欣賞同慎思下。